老懶狂歡玩到返酒店 ，NBA 球星柏嘉背妻擒巨凶女。喂，好睇又好玩嘅 NBA 季後賽決賽又嚟啦！今次有星級球員落場 show off， 佢好巴閉㗎，馬刺正選控球後衛，身價4500萬美金，天性愛蒲，首任老婆係美劇女星，但就因為同前隊友老婆有路，搞到被狠撇啦。舊年再同法國記者奉子成婚，都好受矚目㗎。尋日凌晨，柏嘉作客老懶，過千 fans 去撐。廢話少講，第一節經已開始啦。身為 NBA 球星兼馬刺控球後衛，柏嘉面對多人聯防真係經驗豐富㗎。喺幾個隊友單擋之下，成功進入對手籃底。話都冇咁快，就嚟到第二節，柏嘉台上 rap 歌，兼做出高難度嘅花式動作，炒熱全場氣氛啊！ It's my first time to Hong Kong. First time. And I love Hong Kong. I love it. 得分之後，佢仲同 fans 擊掌慶祝，盡顯親民嘅一面。雖然佢平時全開波，不過嚟到第三節私人時間，佢就決定唔顧人夫嘅身份，親自帶球進攻。遇到波女進攻，仲實施緊貼防守啊！不停左右擺動身體，唔俾對方過佢。波女都唔係省油的燈啊！一個轉身攝落柏嘉格旯底，兩人成1 on 1僵持局面。好彩嚟到最後嗰節，形勢終於有突破啦！凌晨3點幾，柏嘉就同隊友控住波離開現場，佢哋默契好好㗎，先分開坐到酒店得分區。跟住就傳翻個波俾柏嘉，成功得分。最後呢一場賽事當然係柏嘉大獲全勝啦。